因为21年出生，经历过大轰炸的，您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还有什么难忘的事情吗？大轰炸嘛，重庆是烧完了的噻，那个日本人丢炸弹，把市中心一下子是炸到的，扔燃烧弹，哎，还有解放碑那个飞机洞，动辄死完了的人，我都在那头爬出来的，一天一夜不解放，都在那个洞子头的，出来一哈哈儿呢，飞机又来了。又赶我们进去，你苦不苦啊？重庆的生活啊，早晚迟晚，有点早来呀，问点挣，有点早了后点挣就挣了。现在的生活都富贵噻，这国家有钱拿你噻，有工资吃饭噻，国家。你生日许愿呢？你许的啥子愿呢？我去劝了，啊，我求国家安全，哎，国家平安，哎，哎，人民安全。防空洞里躲过大轰炸，奶奶却在医院里头露了怯。